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我們的胡適再一次頂住了特朗普的打壓，走出了特立獨行的慢牛行情，進一步鞏固了慢牛行情，可以說这個令人欣慰。今天 A 股三大指數集體上漲，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暴漲 1.12%。深圳成指暴漲 0.75%， 創業板指數暴漲 0.5%， 北證50指數微跌，主動回調 0.78%， 而科創50指數盡顯蓄勢待發，沒有漲也沒有跌，這個讓一部分指數先漲起來，讓上證指數、深圳成指、創業板它先漲起來，其他的可以明天再漲。所以說充分體現了咱們這個市場叫多層次交替前進，漲得錯落有致，這種盡顯慢牛這種風格夯實了底部的基礎。而且今天成交額交投兩旺，成交額是 3.24 萬億美元人民幣比上個交易日放量6600億，說明更多的金融消費者踴躍進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眾人拾柴火焰高。而且今天這個走勢可以說讓金融消費者笑逐顏開。為什麼這麼說？今天3923家是上漲的，上車的，昨天買的，你看今天就賺錢了。1515家現在主動回撤，因為畢竟還有一部分人昨天沒上車，所以這1515家主動回撤，要迎接那些還沒來得及上車的，想上車的，還要給他機會。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資本市場，那盡顯這種人性，不像美西方市場一起暴跌，漲起來你想追都追不上，跌起來想跑也跑不了。所以這個我們的資本市場盡顯這種慢牛的特色，一輪慢牛已經在運行之中。我們再看這美西方的股票，那簡直是一言難盡。隔夜美股三大指數收盤微漲，即便是特朗普在畫K線，特朗普宣稱對伊朗的戰爭結束，跟伊朗要周末在歐洲簽協議，釋放了很多利好。即便在這種情況下，納指微漲 2.5%， 標普500指數微漲 1.75%， 道指也只漲了 1.86%， 上漲乏力，顯然對特朗普的這個利好並不買賬。那麼日韓股市呢，那更是一言難盡，日經225指數微漲 2.81%， 報收66020點。韓國的綜合股價指數微漲 4.49%， 韓國股市凸顯這個已經迷失方向，一個猴市，它盤中熔斷，向上熔斷，最高漲了8個點，一意孤行，呈現一種崩盤式上漲。但是收盤的時候看到 A 股它緊緊的跟隨 A 股的腳步， A 股收盤的時候主動回撤。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們胡適、咱們沪指最高漲了2個點，但是後來一看這樣有點過了，不符合慢牛的風格，所以尾盤主動回撤，只漲了 1.1%， 這是為了保持慢牛穩健的這種風格。結果韓國指數一看我大 A 指數主動回撤，所以這個韓國指數立馬也下調，最後收盤漲了 4.49%， 所以凸顯韓國指數、韓國的股市已經迷失方向，那只能不是跟在美股後面，就是跟在 A 股後面充当小弟。那日本股市也差不多，臨近收盤都紛紛向我大 A 股看齊，所以現在日韓股市開盤的時候他宣美股，收盤的時候他就看着 A 股怎麼收他來怎麼收，所以呈現出這種非常很離奇的走勢。我們的媒體鳳凰網財經報道，他說韓國散戶越跌越買，外資連拋24天，韓國散戶狂接盤。根據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版12日報道，韓國股市連日劇烈震盪，槓桿炒股正成為市場潛在的風險隱患，一旦股價下跌，可能引發大規模強制平倉。該報道指出，在外資連續24個交易日拋售韓國綜合股價指數股票時，韓國個人投資者卻持續逢低買入。市場普遍認為，以半導體板塊為代表的企業盈利預期依然穩固，近期回調反而提供了較低價位的買入機會。當天，外資在有價證券市場淨賣出
1.47萬億韓元，而個人投資者淨買入2萬億韓元。與此同時，槓桿投資需求未見明顯降溫，截至10日，信用交易融資餘額36.78萬億韓元，仍維持在接近上月29日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什麼意思啊？這個韓國的散戶含淚貸款接下了外資拋出的籌碼，就這意思啊。那韓國人為什麼要這麼瘋狂呢？所以這裡我不得不談一談，身為中國人，身為中國的散戶何其幸福，而日本、韓國、美國的股民是多麼的悲慘，看不到希望。雖然他的賬戶漲了一點，有的甚至漲得還不少，但是他沒有希望，看不到未來。而 A 股的股民，咱們長線投資者前途一片光明。雖然暫時有人賬戶有點損失，或者賬面有一些回撤，比如上海建工爺叔這樣的，但是充滿希望，對未來充滿信心，這就是幸福的。所以說，作為中國的股民，那是時代的寵兒，幸福且充滿前途。我們要知道，在全球資本市場中，不同國家投資者這個構成折射出各自的經濟命運與社會心態。日本的股市是由機構主導，韓國股市是由散戶主導，美國機構與對沖基金博弈也是機構主導，而中國的 A 股正從散戶時代平穩轉型。這背後不是簡單的誰更愛炒股，而是一代人如何被時代塑造，又如何回應這個時代。而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股民無疑是最幸福、最有前途的群體。他們既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又在規則逐步完善中走向理性。而反觀美國、日本、韓國股民，則在各自的困境中苦苦掙扎，前景黯淡。比如日本，這個日本人並非天生保守。1980年代，日本股市曾比今天的韓國股市還要瘋狂。韓國股市現在瘋狂到了，這個小孩剛生下來，名字剛起好就給他戶，開戶還不算，買了股票不算，還給他加槓桿，來貸款買。韓國一共5000萬人，賬戶已經1.2億了。這個賬戶戶頭，也就是全民加槓桿炒股。你要認為韓國瘋狂，那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也一樣的瘋狂，比韓國還要厲害。經濟高速增長，資產泡沫膨脹，普通家庭、家庭主婦、退休老人紛紛湧入，甚至借錢槓桿炒股，散戶持股比例極高，那是典型的全民炒股时代。日經指數一路飆升至38915點的高峰。然而1990年泡沫瞬間破裂，指數幾年內暴跌70%以上，樓市隨之崩盤，無數借錢炒股的家庭一夜爆倉，不僅血本無歸，還背上巨額債務。更殘酷的是，隨後30年的日本失去了30年，經濟停滯，通脹低迷，資產難以升值，階層流動幾乎停滯。無論勤奮工作還是投機取巧，都難以獲得財富的躍升。散戶在慘痛教訓後大規模離場，轉向追求安穩。如今日本的股市是由全球最大的養老金、保險公司和外資長線資金主導，成為典型的機構市場，也就是散戶被殺干淨了。也就是日本的股市為什麼現在散戶少，是因為散戶被消滅了，散戶现在還在還債，也不是制度設計的結果，而是被暴跌和長期不景氣硬生生逼出來的。日本股民的幸福早在泡沫破滅的那一刻終結，他們的前景是灰暗的躺平與保守，缺乏財富增長的想象空間，也就是沒有未來。那再看韓國股市，韓國的散戶的瘋狂源於更深的結構性絕望。韓國經濟被三星、現代等少數財閥牢牢掌控，好工作、核心資源和上升通道幾乎被頂層壟斷。普通人即便寒窗苦讀，拼命工作，也找不到工作，更看不到未来。房價高企，養老體系脆弱，老實幹活的性價比越來越低。股市成為他們眼中最後一塊相對公平的戰場。
不需要背景，不需要關係，只要敢賭、敢融資、敢借款，就有機會翻身。政府政策甚至推波助瀾，未成年人經父母同意即可開戶，父母可免稅贈股給子女，變相鼓勵全民參與。2021年東學螞蟻運動中，散戶抱團對抗外資，更強化了團結就能贏的幻覺。韓國5100萬人口，卻有1.05億股票賬戶，平均每個人2個，融資餘額創下38萬億韓元的歷史記錄。這種瘋狂不是單純的賭性，而是階層固化下的不甘與掙扎。韓國股民看似活躍，實則不幸，他們把畢生希望壓在高風險博弈上，勝率低，波動大，一旦市場轉向，往往血本無歸。韓國股市的散戶主導，注定是短期的狂歡與長期陣痛的交替循環，前景黯淡，難以帶來可持續的財富積累和社會穩定。那美國股市那更不用說了，美國的散戶和日本散戶一樣是被消滅了，造成美國股市長期由機構、對沖基金和量化交易主導，而仅有的散戶本質上還是被收割的对象。2008年金融危機中，無數普通美國人因次貸和槓桿產品傾家蕩產。美股高估值，依賴科技巨頭和美聯儲政策，波動劇烈，受全球事件影響極大。普通美國家庭的 401k 養老金雖與股市綁定，但實際收益多被管理費和機構侵蝕，中低收入群體難以分享真正的紅利。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層固化加劇，股市更多是富人的遊戲，而非普通人的幸福的源泉。美國股民常在繁榮與崩盤的周期中輪迴，心理壓力巨大，前景充滿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當前地緣政治、通脹和債務高企的背景下，樂觀情緒難以持久。所以反觀 A 股，我們的資本市場，中國的股民處境則截然不同，充滿了幸福感和光明的前途。這個也不是說中國的股民更聰明或者更保守，而是源於中國經濟的活力、規則的不斷優化以及財富增量持續創造。中國股民的幸福首先源於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撐。中國經濟在高速迭代升級，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持續釋放財富增量。不同於日本的長期停滯，中國沒有失去了30年，而是充滿機會的上升期。房地產調控以後，居民的財富正有序向股市轉移。在共同富裕政策的導向下，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夠通過資本市場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股市早已不再像美國、日本、韓國那樣成為零和博弈的賭場，而是居民分享社會發展的蓄水池。其次，中國股民前途在於規則的公平與保護。監管部門持續打擊操縱、內幕交易，強化投資者保護，中小散戶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我們每一只股票後面都有一個神仙在保護。相比韓國對槓桿融資的寬鬆鼓勵，我們更注重風險提示和合規教育，避免系統性的爆倉風險。再次，從社會心態來看，中國股民卻是時代的寵兒。日本股民被泡沫教訓後選擇佛系，韓國股民在階層固化中苦苦掙扎，而美國的股民在機構遊戲中被動跟風。作為中國一代人，仍在積極的回應時代，努力找工作、業創新、超定律理性投資相結合。每一個 K 線圖的背後是中國股民被時代的後代。中國股民又以積極的姿態回饋时代，不負时代，不負韶华。中国股民沒有日本式的絕望停滯，沒有韓國式的孤注一擲，也沒有美國式的貧富撕裂。中國股市能感受到的就是慢牛的紅利，在股市的調整中看到政策的韌性，經濟發展的韌性，這也是一種確定的幸福。過去20多年，無數普通家庭通過股市基金實現了財富的增值，同時也改善了生活，改善了教育和養老條件。最後，中國的股民比
美國、日本、韓國股民，不光是在收益上，在未來有更好的未來，最主要的是中國股民的獲得感，它不仅体现在这个账面盈利，不仅体现在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股民的獲得感，它還包括掌握了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科技知識，什麼光模塊，什麼人工智能，什麼算力，也了解了地緣政治。中國的股民從炒股中，從投資中學到了更多的知識，開拓了人生的視野，提高了人生的境界。這個是美國、日本、韓國股民他在海外市場所學不到的，花多少錢他都學不到。這個已經不是說花錢就能學的，你只有在中國股市，你才能享受這些。中國股民的幸福與前途根植於國家發展的洪流之中。日本股民的不幸源於泡沫破滅後的漫長寒冬，韓國股民的掙扎來自階層固化的無奈，美國股民的黯淡在於遊戲規則的失衡，而我們中國股民正在書寫屬於自己的資本市場新篇章。中國的股民不僅是資本市場的參與者，更是時代紅利的分享者，也是建設者。所以根據媒體報道，越來越多的韓國散戶打算要來中國買股票，而美國機構早就開始悄悄的布局 A 股，因為他們也知道作為中國的股民何其幸福。在中國你不用擔心你想買不到股票，不用有這個擔憂。這兩天黃金、貴金屬、金銀出現了一波明顯的下跌，黃金年內漲幅清零，渣打銀行警告 ETF 虧損盤恐引爆新一輪拋售，也就是黃金投資要出現踩踏。大家也知道，因為這個黃金投資市場它不歸咱們中國管，所以它就像那個斷了線的風箏，完全失控了。6月12號，黃金市場繼續測試下方支撐區間。一位分析師認為，當前市場仍顯脆弱，後續可能面臨進一步下行壓力。儘管金價仍高於3月的低點，但隨着年內漲幅轉為負值，黃金再次釋放偏空信號。現貨黃金最新交投在4180美元附近，日內下跌 0.7%。今年黃金累計下跌超過 2%， 也就是今年已經本來是漲了，現在變成跌 2%。渣打銀行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在最新貴金屬報告中表示，隨着投資者清算黃金支持型交易所交易基金虧損頭寸，黃金拋售可能進一步加劇，也就是他們要贖回 ETF 這基金。他表示，我們預計受宏觀逆風推動，短期內金價走勢將變得更加脆弱。黃金已經開始重新跟隨實際收益率走勢。儘管戰術性倉位在5月轉為正值，但 ETP 持倉減少了16噸，並且在6月繼續下降。他表示，投資者首先要關注的技術價位在4250美元附近，若金價進一步下探4100美元附近，或成為下一道重要技術支撐。若該位置失守，市場對4000美元關口測試風險可能進一步上升。而這個新浪證券報道，專家建議投資者切勿盲目抄底黃金，若無新增利好驅動，金銀短期內很難重回上漲通道。隨着金價持續下跌，機構資金不斷從黃金市場流出。針對金價後市走勢，這個許亞新表示，從技術形態來看，金價跌破年線及所有中期均線指標長期處於超賣區間，銀價跌幅更為顯著，週線級別空頭趨勢穩固，疲軟的工業需求進一步放大其下行空間。下行空間方面，黃金期貨核心強支撐位於4000美元每盎司，該區間是各國央行集中增持價位，整體剩餘下行空間僅 5% 到 7%。白銀期貨支撐區間為60到62美元每盎司，最大下行空間 10%。那麼金價何時見底？對此，許亞新表示，短期來看，6月議息會議落地後，市場利空得到充分消化，金價有望構築階段性小底，中長期底部大概率出現在3季度。屆時，美國經濟數據或將顯現衰退信號，
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步降溫，機構資金回流貴金屬板塊，疊加央行購金托底，金銀有望結束下跌走勢。這個機構還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央行不停的購金這一塊。我在以前說過，這個黃金暴漲，實際上大量的金子已經流向民間，韭菜們手上黃金跟黃金相關的產品越来越多，這個時候它就該降價了。從5500降到4000，這個空間還不夠啊，還要往下降，降到這些已經發到韭菜手上的金子啊，又回流到某些机構巨頭手上，金價才能漲。这個黃金是真正的籌碼。只要黄金還大量的放在韭菜手上，那它就不會漲。專家建議投資者切勿盲目抄底黄金。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金老師又去參加論壇了，賺外快去了。一個叫2026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人權發展與各國的時代主題相呼應。胡金就參加人權治理高端論壇，這個多多少少有點帶點諷刺意味吧。充滿了幽默，是吧？胡金說，他說中國古代就有樸素的人本意識和重民觀念。老子說道大天大地大人義大。孔子的話更有名，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過胡金老師他也解釋了，他說當然那種樸素的思想與有法律制度和社會規範保障的現代人權是不同的。他就說了，西方人權發展與過去幾百年時代主題相互咬合，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工業化、市場經濟等等，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展，形成了它現代面貌。它總體上有很大進步，有許多好的地方，但也有他們自己諸多問題。我覺得西方人權之所以受到一些推崇，除了它的內涵，還有一個原因是西方富裕。從一定意義上說，富裕充分的現代化幫着西方人權一俊遮百醜。胡金老師很會轉移，他說西方人權為什麼得到大家的推崇，還不是因為他們富嘛，因為有錢，所以大家推崇，一俊遮百醜。那他從這個角度，他找到了一個國家要想人權好，先發展經濟，所以先解決溫飽，先建設，完了之後你人權自然就好了。這是他的觀點。他說我們有中國文化深處樸素的人本和民本觀，有西方人權發展的經驗可借鑑。我需要說，西方人權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產生了積極影響的，但我們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各種做法。中國最大的事情是發展，是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你看是吧？他前面說了，這個西方的人權就是一俊遮百醜，經濟好。那所以說為他後面他的解釋做了鋪墊，就埋下了伏筆。說人太窮，日子都過不下去，連最基本的尊嚴都沒有，怎麼談人權？所以對中國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權最突出的要務。這對國家對社會是這樣，對個人更是這樣。大家窮怕了，都想過好日子。這個說法怎麼說？也多少把人權和發展做了個對立。這本來是兩個是並行的，是吧？兩個都重要，但是他讓你非要選一個，要人权還是要發展？那意思是你要選了人權，你可能就沒有發展。那意思好像是人太窮，就是因為人權太多導致的。胡金老師說，今天的中國人在城市裡絕大多數都有帶廚房、廁所的住宅，小汽車也已經非常普及。這些在我年輕時完全不可想象。扶貧攻堅改變了最落後的農村，把曾經的夢想變成現實，這些就是活生生的人權建設。當然我們還有許多要繼續的工作。人權等於吃飯，人權等於汽車、廁所，就這意思。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需要基本的社会穩定，西方總是不太理解這一點。然而對中國人來說，社会穩定是發展經濟、民生不斷改善的關鍵條件。胡金老師又做了一個跳躍，又做了一個轉移。人權大概等於社會不穩定，又讓你在社会穩定和人权之間做個選擇，你只能選2選1，要人權還是要穩定？你要了人權就不穩定，你要穩定那你就得給你發口罩，就這意思啊。多逼逼，多鼓掌，多肯定，多感恩，多感謝，不就這意思嗎？所以胡金老師就把發展是吧，
跟人权，把穩定和人权做对立。我也不知道这逻輯从哪儿來的，好像人权和发展就是矛盾的，人权和稳定也是矛盾的。你权力太多你就乱来，太给你3分颜色你就开染番，给今天那饱暖思淫欲，不然你吃太饱了你就开始想这个想那個，不就這意思嗎？完給你這點權利，你要那個權利，你這還了得嗎？你這麼要下去，怎麼穩定？怎麼發展？家長還怎麼管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啊？胡錫進老師這個論壇的出場費，這真的行不通嗎？胡錫進老師還缺錢嗎？要掙這個錢？最近比較火的啊，鵝腿阿姨賣了10幾年的這個鴨腿當鵝腿，那胡錫進老師一輩子對吧，把鴨腿當鵝腿賣，也沒人揭發他，這才是悲哀。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